好，各位街坊，今日有筍嘢介紹啊！嚟到你望下咁嘅環境，中山嘅東區，今日呢套單位79方啊，79方賣50萬啊，全新裝修嚇，翻新過嘅啊，79方50萬東區樓喎，跟我去望下，全新裝修嚇，密碼鎖啊，地磚都重新鋪過㗎啦。全新裝修好之後未住過㗎啦，咁啊有翻個露台啦，3房單位，79方，明窗啊，個單位嘅採光都非常之唔錯嘅，呢度做埋組合櫃喺度，洗手間咁啊滴滴色色啦，面積唔大，79個方，主人房又帶套房又通透，冇咁多要求